来，咱台语哦，有当时啊，说个语义，有当时啊，足无清楚啦。哦，譬如讲，人称的滥用，哦，讲起这吼，那外国人伊就足无法度了解啊。哦，咱甲我，吼，咱拢分得足清楚啊。咱就是所有的人吼做咱，吼，啊我就是我，啊人阮吼，阮就是分两边，吼，我甲我要做共款代志的，我这边的叫做阮，啊甲另外一个无共吼，譬如讲，一群人去看电影。哦，啊，这个看电影这摆看电影，伊就讲说，有一个人就较好客无，伊讲吼，咱即摆吼，咱逐个人拢来去看电影，等下电影看煞吼，请逐个再来阮兜互我请，这个都阮。恁，这拢分甲足清楚无？你一听就讲是打几个是阮，打几个是咱，我这拢分甲足清楚无？过来，甲恁祖妈吼，这讲起来这是小可有江湖话啦。但是吼，你嘛爱会晓啊。我会记你迄一年，1996年无？台海危机的时，阿强啊拍飞弹无，拍伫家人外海，迄个电视有去测访问迄李登辉迄时啊总统无，伊讲，恁爸无伫敢若讲迄个意思啊，恁爸无伫信你迄套啦。我第二天报纸甲写讲。伊就叫恁爸讲说李爸爸，李爸爸不是那一套啊，不管那一套，其实李爸爸恁爸是我啦，唔是你，唔是我不是你的爸爸啦。哇，咱看迄阿婆啊无，敢若冤家无，气甲咧，恁祖妈吼啦，其实恁祖妈不是你的。你的阿祖阿嬷不是啊，你祖母是我啦，所以这人外国人伊就拢足袂晓去分解无，这有一个我头仔在讲阮甲我，要不然有一个我会记得迄阵啊，我少年时咧做。工厂，迄个岛啊，去阮工厂参观。参观的时候，伊讲伊甲我问来讲，你常讲喂，是什么意思？我讲喂就是我们啊。其实这就牵涉着头仔讲无，言语的喂就是咱啦，包括伊在内，不包括。无包括伊哇，咱的意思是讲我们无包括伊无，伊听到是讲包括伊啊，这就是迄个语言无共款咯，我来引起一寡无共款的误会吼，这也共款啊，来甲去，有一个留学生，毋着去美国留学，去美国留学伊就包食大拢甲包哦。有一天，人迄个厝主迄阿婆就叫伊去落来食饭。伊实在是伊的意思讲，好，哇，咱过去讲，好，我马上去，伊讲。I'm going， 对吧？你直话嘛 ，I'm going， 结果伊
等下伊代志做煞，落来讲要食饭，发现讲伊的厝主都拢甲遐饭拢收走啊，伊就甲抗议啊，伊讲啊你哪会拢甲收走？伊讲嘿啊，啊你毋是讲你要出去？伊讲无啊，我说我就要啊，我就来啊，啊伊就讲啊。我那一点讲，好，我就来，我就来。啊，伊就是用英语讲，哦，I'm going。啊，伊个就听做讲，伊要出去。哦，啊，所以讲，我就来，一定爱讲 I'm coming， 袂使讲 I'm going。吼，共款的即个当中，以前嘛是，以前阮咧同业伫桃园遐有咧东外公司哇。有当时我若要去遐，会先敲电话甲伊联络，我要去遐，吼，啊尾仔说搞清楚啦。你讲哦，我人讲哦好，要好讲好，我就去看你了哈，吼 ，I'm coming to see you， 吼，毋是讲 I'm going to see you， 啊讲 I'm coming 啦，吼，这是同正确的讲法，吼，所以台语头仔甲咱讲做。有遮一好的，遮一好的说，啊，冇迄个语义无清楚的所在啦，吼。